一齊合作，係咁啊100萬1兩份分。哎呀，老婆唔夠氣啊，老公又過唔到氣俾佢就輸咯。其實都幾難玩嘅喎，分半鐘咧即係90秒啊！好啦，一個係西人嚟嘅阿 John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廣東人啊，香港人啊，就係以紅啦。唔係日本人咩嚇？啊，梗係唔係啦，以紅都去咗嗰度參加比賽啊。喂，以紅個面咧咁多豆皮嘅呢邊，梗係啦，曬啊，陽光啊，灼親啊。係啊，佢哋個個咧都係救生員嚟嘅，所以咧對人工呼吸咧好在行㗎。好啦，隻腳咧硬住阿 John，硬住等佢唔好浮上去啊嘛。啊，又係女方嗰邊唔得喎，點解啊？因為女人小氣啲咯。哇，好嘢啊！阿慧敏同埋彩莉啊，如何咧？兩個都係女將，真係喎，兩個一齊咁小氣喎。好，達華夫婦又點啊？似乎咧佢哋唔喐咧，可以慳翻啲氣喎。哇，仲着埋禮服嚟添啊！直頭係啊，着埋禮服諗住重啲啊啲豬片啊，咁啊唔使隻腳硬住啊嘛，但隻手都有掹住。佢哋啱啱結婚冇幾耐咋，梗係大家過氣啦，大把氣啊，一啲都唔過氣啊，我應該話。仲有20零秒咋，間不爹捱埋佢啊！陣間翻嚟仲會帶大家去日本一級凍冬啊！鏡頭影住嘅咧就係Tony東尼啦，佢都搭到好高啦。高處啊，梗係不勝寒㗎啦，唔係啊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，259個銀都係，唉，成績強差人意。石川 Jackie 都係唔掂啊！好，導演咁樣影法咧，都係凶多吉少啦。咦，又唔係喎，我估錯咗，證明我係未睇過啊。之前同大家觀眾一樣。好啦，睇下答唔答到都幾難啊 ，Michelle。雖然話爭5個，但係斜咗啊嗱，我哋幫佢打氣好冇？呢個仲震啊，震個貓王啊，295個 Aaron， 見唔見到啊？條銀喺度震啊！加把地啊9，倒數啦8，加把地，加把地，搏一搏啦，放手啦！加把地，哎呀，佢連堅持到最後都堅持唔到啊！又死，哎呀，陸續加我啲參賽者全部都冧晒啲銀啦。哦 ，Aaron 又衰，Leon 又衰，Jackie又衰，個個都衰晒。100萬yen又可以留翻下次啦。